漢斯彼得威廉阿爾普1886年9月16日到1966年6月7日，人稱讓阿爾普，德裔法國雕塑家、畫家、詩人。1916年參與達達主義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又同超現實主義者同埋表現主義者有廣泛嘅交往。阿爾普主張藝術嘅完全自由，注重內在情感嘅表達。阿爾普延續咗布朗庫西、扎德金、赫西埃等人嘅道路，實現咗雕塑嘅完全抽象化。其雕塑代表作有雲嘅牧人、和平柱廊、平面延長、構成等，讓人有流水一般嘅感覺。早年嘅生活，阿爾普出生喺斯特拉斯堡，母親係法國人，父親係德國人。之後因為普法戰爭時期，呢個地區被稱為咗阿爾薩斯洛林，呢度有好多煤礦。1871年俾法國割讓俾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又劃返到法國嗰邊。1904年喺離開斯特拉斯堡嘅法國國立高等工程技術學校之後，佢去咗巴黎，喺嗰度佢首次出版咗自己嘅詩集。1905年到1907年，阿爾普就讀於德國魏瑪薩克遜大公美術學院。1908年回到咗巴黎朱利安學院學習。阿爾普係盧塞恩 Modern Bund 嘅創始成員。1911年到1913年參加咗佢哋嘅展覽。1912年佢去咗慕尼黑拜訪俄羅斯著名畫家、藝術理論家華西里康定斯基。喺康定斯基嘅鼓勵下，加入咗藍騎士團體研究和展覽。同晚些時候，佢同亨利馬蒂斯、羅伯特特羅利、康定斯基參加咗蘇黎世嘅大型展覽。1915年佢移居瑞士。職業生涯，阿爾普係1916年蘇黎世達達主義運動嘅創始成員之一。1920年，漢斯阿爾普、馬克斯恩斯特、社會活動家阿爾弗雷德格林華爾德一起成立咗科隆達達主義團體。1925年，佢嘅作品又出現喺法國巴黎皮埃爾畫廊第一次超現實主義團體嘅展覽上面。1926年，阿爾普搬到咗法國巴黎嘅郊區麥東。1931年，佢同超現實主義運動斷絕關係，開始喺巴黎搞抽象創作同埋期刊嘅工作。1920年到30年30年代左右，佢開始咗好多嘅雕塑嘅創作嘅嘗試，包括喺青銅啊、石雕啊，佢製作咗好多小作品，而且啲小作品可以不斷不同咁樣單獨啊、重合啊咁嚟組合。喺呢個時間呢，到佢死之前呢，佢都發表咗好多散文同詩歌。1942年，佢為咗逃離德國嘅佔領，佢離開咗麥東嘅家，後邊呢就住咗喺蘇黎世。1949年，佢去咗紐約搞咗一次個展。1950年，佢被邀請幫劍橋、哈佛同埋巴黎教科文組織搞個壁畫展覽。1958年，阿爾普嘅作品回顧喺紐約MoMA 舉行。1962年，法國國立現代美術館舉行。1986年，舊金山美術館又舉辦咗150件嘅展覽。斯特拉斯堡嘅美術館又收藏咗好多佢嘅繪畫同雕塑。獎項，
阿爾普嘅職業生涯獲得咗好多獎項，包括1954年嘅威尼斯雙年雕塑大獎、1964年嘅匹茲堡國際雕塑獎、1963年嘅美國國家美術大獎、1964年嘅卡內基獎、1965年嘅漢堡歌德獎、德意志國家榮譽勳章。個人生活同去世，阿爾普嘅第一任妻子係叫做索菲托伊伯，1926年佢加入咗法國籍。喺20世紀30年代，佢哋喺克拉馬嘅一個森林邊上面買咗一片地嚟起咗間屋。受包豪斯、勒柯布西耶同埋夏洛特佩里昂嘅影響，佢個太太咧就設計咗呢個屋。1943年喺蘇黎世去世。1946年，阿爾普主要住喺麥東。1959年，阿爾普又同第二位妻子叫做瑪格麗特哈根伯克結婚。1966年，佢喺瑞士巴塞爾去世。遺產喺歐洲有3個阿爾普基金，克拉馬阿爾普基金，同埋個第二任妻子呢個瑪格列特哈根伯克又有個基金，跟住仲有一個係1977年成立嘅漢斯阿爾普基金喺德國柏林。